后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凤山，发生着驾员外漏的事件，有民众闻到震动的加速味，通报消防到场，结果侦测到可燃性的气体甲烷，这个浓度是一度高到1万的 ppm。 有危险性，马上来封街。消防员马上来喷水，把这个味甲创互散掉。速度来通报天然气的业者，赶紧来处理。这个在地乡亲讲，为顶礼拜六开始就闻到怪味，一直到昨暝愈来愈重，因暗时拢困袂安稳哦。 消防人员一直喷水要清散空气，因为伫凤山区南靖二路一带有真高的假水味。有误交的朋友紧甲因讲，这真正毋是咧开玩笑的，规条路开始要一直风怪啊。有高雄直播主伫车内闻到真高的假水味，赶紧直播甲网友讲赶紧走。消防单位到现场侦测发现讲，这个可燃性气体甲烷伊的所值要到1%，有危险性，赶紧封街通知甲水公司来处理。 将这6个钢线的卡管关起来了后，找到钢线破去的所在，透煤就补，一个补好了后，到天光赶紧路面囤好平。我们3点全部完成修复的作业，然后顺利供气。在地人讲，为2楼就闻到怪味，就惊讲佫发生气爆，真正唔敢困。已经流2-3天啊，昨暝你讲迄味愈来愈大，愈大。反正上迄个高雄，迄个讲开始会气爆啊。对，因为那个味道其实，而且消防车那么多在这边还蛮紧张。是讲钢线哪会憋气？破损的地方的管子、管壁外部有外力施加的痕迹，所以造成它管子的弯曲，造成接缝处的一个裂口，造成瓦斯外泄。至于这个外力施加的时间 跟方式，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请厂商去查。在地人咧反映讲，道路施工单位有够济，希望讲市政府建立一个机制，若是违反规定，就爱开罚单，若使减少误路的时误破钢线，避免造成地方的危害，确保民众居住安全。